好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同学，篮球社的了解一下。了解一下，来看一下。同学，文学社了解一下。来看一下吧。谢谢。同学看一下，打篮球多好啊，很圈粉的。同学，文学社了解一下。那个，我想加入文学社。欢迎啊，能做个自我介绍吗？啊，我叫周晓，中文系大一的学生，喜欢看书和写小说。哦，对了，我最近刚好在写一部侦探小说，已经在网上连载了，热度挺高，口碑不好。那方便让我看一下吗？后面。我主要是以写侦探小说为主，粉丝经常夸我行文幽默。这个文笔挺好的，对吧？我高中的时候还参加过新概念作文大赛呢。但是你这个推理的逻辑，你有没有想过说不写侦探小说，写点别的？没有哎，我要不是晕血，我都报考刑侦了。啊？那可能你不太适合我们文学社。为什么？其实你应该看过你的粉丝留言，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的文风虽然幽默风趣，但是推理的逻辑有点奇怪。奇怪吗？看一下吧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代表学生会来看一下招新现场。同学看一下吧。有什么喜欢电影吗？哎，师妹，羽毛球社了解一下。哦，对，好啊，氛围真的很好看。师妹，帮个忙吧，帮忙填一下吧，填了就能见到大明星。大明星对，大明星。什么大明星？俗不俗啊？来，给你们。哎，有没有兴趣参加羽毛球社啊？可以考虑一下。哎，张万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编程社问问黑客调查的情况。哦，那有头绪了吗？没有。哎，刚刘主任还找，先走了。无情的家伙，你刚认识？同班，好奇怪哦吼。特别糗。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哦，他是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冠军谢一星。